首先，我哋要揾一張凳，跟住就咁坐喺上面，跟住將你兩隻腳掌擺喺地下。咁當我哋坐好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慢慢將一隻腳向後彎，彎到盡為止。將隻腳彎到盡之後，嘗試唔喐，維持幾秒，跟住再慢慢放返低。我哋每次可以做10至15下，做完一邊就換另外一邊。我哋可以幻想下將腳踭向屁股嘅方向踢。每次做嘅時候，如果能力許可嘅話，可以盡量再踢高少少，踢後少少。